新宁王公庙同济宫绕境活动，2天，今天第1天。今天晚上8点以后可以钻妈祖神教祈求平安，在新宁明志路。新宁明志路你看晚上8点以后可以钻妈祖神教的教保平安，正给他银行别点要。今天第1天绕境，晚上7点50，快8点了嘛，又是入庙了嘛，所以8点以后可以钻妈祖神教。你看今天绕境第1天是晚上7点50，快8点了入庙。第二天晚上还不到晚，天亮第二天还没有天色还没有暗还没有变晚上下午5点，时温还没有晚，天色还没有暗就入庙